法度甲收拾起来。大人，小姐的意思是要先得到玉鸳鸯，然后才下手。这件代志袂晓阁拖落去咯。现在皇上林八乾隆的长子调征为太子，南清宫的势力哪来哪大？万一若互南清宫记着伫请下，我一切唔着拢去咯。大人，狄青现在人伫万华楼内面，南清宫迄边的人绝对无可能会知影。万华楼也毋是东墙铁壁，你敢保证讲南清宫人袂当叫狄青心？这小翠，以你的看法，雪峰甲狄青敢会动真情？这，比你毋敢乱讲。也毋过，我看小姐对狄青的关心，好亲像是有一点仔较过分。伊嘛有你爱好好监视，随时注意一举一动，甲注意好好，绝对和雪峰甲狄青另会动着真情。对，你去甲雪峰讲，今日之内爱从狄青低调。爬起来咧！来，我互你搁体一下，紧嘞！袂啦，人规工拢倒咧眠床，倒到我要闷死。你敢是人伫个毋好呢？我即摆已经好真济啊！你看，我敢毋是好好的咧？我看你也是坐咧较好。狄公主，我看你这几工，敢若亲像有啥物心事似。我知影你留落来陪我，是因为同情我。其实你真无愿意，对无？
我毋是无愿意，其实我是真同情你，因为你我的处境真共款，自细汉就失去亲情甲慈爱，好亲像一只飘泊天涯、无受可归的孤雁。我即摆来边境是真着急要找找我失散多年的亲人。也毋过人海茫茫，你是要去倒遐找找咧？就凭阮传家之宝迄只迄个的鸳鸯。迄个个鸳鸯。小姐，小姐，小翠，什么代志？小姐，严大娘讲有一件真要紧的代志要甲你参详，请你去一撮。好。狄公主，我出来去一下。好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事可求有此花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事可求有此花。伊敢会伫讲我？狄公主，问讲，我袂明白你拄则所讲的迄几句话。狄公主，万花楼是一个藏龙卧虎的所在，这个所在无啥物通我留恋。上好，你也是赶紧离开这。这是安怎讲？你毋免问，万花楼是一个是非之地，你随时都有性命危险。